都市，台北对落去，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。愈讲多一字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稀微。请借问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地讲对面已经当着心。向人关想袂来去，我看你犹原不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出去打拼才合理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志。阿伯啊，人地讲一斤工厂有买菜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都不知半项。当今我低头青疏，伊我无希望，卡输借钱也袂忍耐。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换担，有一日总会变着心情会轻松。